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pple Mini。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呢 CLS 行先 Like、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之前走過入巴洛克藝術世界，見識過燥底黃卡拉瓦喬，都結識過人生劇本贏咗全世界嘅魯本斯。今日本公子同大家講講一個由自以為是嘅富翁，再坐過山車變到窮到窿嘅真實傳奇。佢後生嗰陣係阿姆斯特丹最紅嘅吸金王，收人一幅畫嘅錢夠普通人食幾年。但臨老嗰陣，佢竟然搞到要破產，搬入貧民街，連買塊靚畫布嘅錢都冇，只能夠係咁畫自己。呢位仁兄係荷蘭國寶林布蘭 Rembrandt。如果你以為大師嘅人生一定係喺畫室入邊優雅咁拎住高腳杯飲住紅酒，咁少年你就真係太年輕啦！巴洛克時期嘅代表畫家林布蘭嘅人生簡直係一部充滿投訴、情色糾紛、揮霍破產，最後孤獨終老嘅狗血神劇。今日本公子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呢位人生柳暗花明嘅畫家，點樣喺最潦倒嘅時候創作出人類史上最偉大嘅靈魂作品？我哋要了解林布蘭呢，就要先了解一下佢當年生存嘅職場環境。大家仲記唔記得之前講過嘅卡拉瓦喬或者魯本斯？佢哋背後嘅金主係邊個？係教宗，係紅衣主教。所以佢哋要畫基督，要畫到幾層樓咁高，要令你一入教堂就想跪喺度。但林布蘭身處喺17世紀嘅荷蘭，係另一個世界。喺嗰度，新教派係大晒，冇教宗，冇絕對專制嘅皇帝。呢個國家係由一班生意佬撐起。呢班人呢，唔需要你畫耶穌升天啦，佢哋要嘅係，喂，呢班新教市民、中產階級嘅小老闆，佢哋想要一幅畫掛喺客廳。佢哋嘅需求好簡單：第一，畫到我全家好體面；第二，尺寸唔好太巨型。我屋企雖然大，但係都要留位擺家私。所以林布蘭初期嘅作品其實係好迎合到市場嘅。佢早期畫嘅在畫室或者肖像畫風格同維梅爾 Vermeer 好似有一種淡淡嘅柔和嘅光，唔係卡拉瓦喬嗰種重口味嘅聚光燈，而係一種中產家庭最中意嘅高級感。林布蘭當時心入邊可能諗緊，只要我畫得夠靚夠體面，呢班生意佬就會乖乖拎錢出嚟。事實上，佢當時真係做得好成功㗎。佢由小鎮萊登搬去阿姆斯特丹，瞬間變成吸金大師。不過林布蘭有一個幾奇怪嘅癖好，就係佢超級中意畫自畫像。大家睇下佢1640年嗰幅自畫像，哇！你睇下佢嗰個眼神，嗰種眼神叫目中無人。佢當時大約34歲，正處於事業巔峰。佢喺畫入邊着住最貴族嘅衫，擺出一副高傲嘅樣，就好似口中念念有詞：藝術你哋班凡夫俗子識條鐵咩？林布蘭同佢老婆莎士基亞私底下好識玩。喺17世紀嘅阿姆斯特丹，佢哋兩公婆已經中意玩 cosplay。林布蘭成日叫老婆打扮成各種奇裝異服嘅角色，由古代女神到異國公主都有，甚至佢自己嘅自畫像都成日變裝換造型。即係佢哥呢一種對 cosplay 嘅熱愛，可以話係俾世人行前咗幾百年。可能喺佢眼中，自己嘅身體同老婆嘅身體都係佢嘅藝術道具，所以佢哋玩變裝玩到癲，其實係一種對生活嘅極致揮霍。而且我哋都有理由相信林布蘭係自戀嘅。當然，林布蘭唔會覺得自己係自戀狂，只係覺得係世人唔放過佢呢位畫壇巨星啊。但係佢當時真係有資格咁樣講，佢收人一幅肖像畫嘅價錢係其他畫家嘅幾倍，但啲客仲係排住隊嚟求佢。佢買咗間超級豪宅，裏邊裝滿咗佢由世界各地收購翻嚟嘅古董、藝術品、奇怪嘅標本。佢當時覺得自己唔係一個畫像，佢係藝術界嘅上帝。但正如所有電視劇嘅劇情一樣，當一個人最威嘅時候，通常就係佢踩屎嘅開始。發生咗西洋藝術史上最慘烈嘅公關意外。講到林布蘭，所有人都會諗起夜巡呢幅畫。呢幅畫依家係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嘅靈魂。但係對1642年嘅林布蘭嚟講，呢幅畫簡直係佢嘅職業終結者。
成單嘢係咁嘅，當時咧阿姆斯特丹咧有一班民兵隊，你可以想象係一班好中意認威、想攞存在感嘅街坊義勇軍或者獵友會。佢哋揾咗林布蘭畫一幅大合照。呢班民兵隊員每個人都夾咗錢，大概100 guilders 啦，喺當時嚟講係好多錢。每個人嘅心態都係一樣，老子出咗錢，林布蘭你梗係要將我畫到好似湯告魯斯咁型，最好係企 C 位添。點知林布蘭呢次忽然藝術家脾氣發作，佢覺得畫一排人企定定咁影合照太 low 太死板啦，佢要追求戲劇性，佢要追求動感。當幅畫揭幕嗰陣，班客差啲當場爆血管，隊長同副隊長就企喺正中間，光芒四射，好威嘅。但其他隊員呢，有啲俾人遮住咗半邊面，有啲喺陰影入面得翻個膊頭，最慘嗰個直頭連樣都睇唔到。班隊員即刻圍住林布蘭投訴：喂，我俾咗成嚿水，點解變咗路人甲？點解隔籬嗰個完全無樣睇？係咪當我哋臭四？林布蘭呢仲好型咁答話：呢啲叫藝術效果，呢啲叫戲劇張力，你哋識唔識？呢單顧客投訴喺阿姆斯特丹鬧到沸沸揚揚，從此之後林布蘭嘅聲譽就跌落谷底。班生意佬心諗：搵呢條友畫畫，俾咗錢都唔一定有樣睇，仲要俾佢串哦，不了不了。更盞鬼嘅係夜巡其實根本唔係畫緊夜晚，原本呢幅畫係畫緊日頭嘅情景，只係因為後來表面層嘅畫漆變咗色，啲人先至叫呢幅畫做夜巡。如果林布蘭知道佢為咗個光影效果搞到破產，最後連幅畫嘅名都俾人叫錯，佢應該會喺棺材入邊跳翻出嚟。不過夜巡呢幅畫唔單止令到林布蘭身敗名裂，仲被認為呢幅畫有一股神秘力量，帶有詛咒嘅魔力。點解咁講？因為林布蘭最愛嘅老婆莎斯基亞喺幅畫完成嘅同年就過咗身，佢嘅3個細路亦相繼夭折。甚至喺往後嘅幾百年後，呢幅畫仲多次俾人潑強酸，用刀割。林布蘭呢幅原本想突破藝術界限嘅傑作，竟然變成咗佢生命中最大嘅陰影。而喺夜巡呢幅黑麻麻嘅群像畫入邊，最奇怪嘅係中間有一個發光嘅細路女，全場都係着住制服嘅男人，中間點解會有個細路女喺度亂入呢？而且佢身上呢仲掛住一隻死雞，雞爪仲要向上撐開，好似死得好冤枉咁。雖然大家都知道呢班民兵隊隸屬於火繩槍手工會，而工會嘅標誌就係雞爪。林布蘭將雞爪畫喺度，其實係一種象徵。而個細路女啊都有個說法嘅，係話呢個女仔嘅樣其實係林布蘭過咗身嘅老婆莎斯基亞嘅縮小版。佢將自己最心愛嘅人呢化身成一個發光體，喺呢幅充滿男人氣息嘅畫入邊呢，作為一個永恆嘅存在，聽落都有幾分夜夜痴纏嘅味道喎。夜巡之後，事業受挫都算啦，林布蘭嘅私生活更加係一鑊粥。林布蘭嘅原配老婆莎斯基亞 Saskia 過咗身之後，佢嘅情感生活就開始柳暗花明，其實係亂七八糟。佢先係同屋企個保姆搞埋一齊，點知過咗幾年，林布蘭鹹濕嘅本性又嚟啦。佢請咗個更加年輕嘅女傭叫韓德瑞克 Hendrik 姐，又愛上咗呢條新女。原本嗰個保姆當然唔放過佢啦，一怒之下告上法院，控訴佢不履行婚約。呢單嘢喺當時係大新聞，最後林布蘭敗訴，要賠一大筆錢。大概藝術家都多數係鹹濕啩。除咗女人，林布蘭仲係一個超級購物狂，佢瘋狂收購古美術品、東方服裝、武器、甲槍，見到靚嘢就買，根本唔理自己個荷包。事業冇咗，個朵臭咗，官司輸咗，但係你亂咁亂買嘢，嗰條債仲喺度。唔知係咪因為當時未有財仔同債務重組，喺1656年，林布蘭正式宣告破產，佢間豪宅被拍賣，裏面啲寶貝古董全部被接管。佢由阿姆斯特丹嘅上流一哥變成咗流落貧民窟入邊嘅窮鬼。嚟到呢個地步，林布蘭會唔會選擇 BBQ 或者做空中飛人呢？冇，佢冇。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搬入貧民窟之後，佢冇錢請 model，
咁點算？佢就繼續畫咯，畫自己。但係大家睇下佢破產後嘅自畫像，佢嘅自畫像唔再係以前嗰種自以為是。佢喺畫入邊雖然仲係着住金光閃閃嘅衫，呢件可能係佢最後一件未被攞嚟典當嘅戲服，但係佢嘅眼神變晒，有一種對內心嘅深層反省。佢唔再係為咗威而去畫，佢係為咗揾翻自己而畫畫。1645年呢，佢創作咗一幅好清新嘅作品《窗邊的少女》。林布蘭刪去好多無謂嘅裝飾，佢嘅筆觸變得粗獷、自由，唔再追求嗰種滑嘟嘟嘅感覺，反而有一種洗盡鉛華嘅真實感覺。仲有嗰幅沐浴溪間的韓德瑞克，畫入面嘅係佢嗰位年輕情人，即係第二任妻子。但係呢幅畫冇咗以前嗰種華麗嘅排場，有一種好私密、好真誠嘅美。林布蘭透過光影將呢個平凡嘅女人畫得比任何女神都要高貴。呢個階段嘅林布蘭呢，已經放下咗自負。大家睇下佢1661年畫嘅群像畫，紡織工會的理事們。呢次佢學乖咗啦，佢將每一個理事都畫得清清楚楚，大家都有樣睇，大家位置都差唔多啦。冇計啦，冇錢就請你好好放低，好好工作，放低無謂嘅自負啦。但就係因為佢放下咗自負，佢反而將呢種商業訂單升華到另一個境界。理事們嘅眼神好似直接望住觀眾咁，成幅畫有一種極強嘅張力，但又唔會得罪啲客。呢幅畫證明咗林布蘭就算去到谷底，佢嘅畫技依然係世界第一。如果要本公子評價林布蘭呢，喺17世紀，畫家基本上係一個接單做嘢嘅工匠。客俾錢你就畫乜，但係林布蘭呢係第一個將自畫像變成藝術作品嘅人。佢畫咗成100幾幅自畫像，由後生嗰陣嘅意氣風發，到中年嗰陣嘅不可一世，再到老咗嗰陣嘅滿面皺紋、眼神疲累。佢將自己嘅人生、自己嘅失敗、自己嘅衰老，全部赤裸裸咁攤喺觀眾面前，達到咗大徹大悟嘅化境。呢種透過作品表現自己嘅作風，可以話係現代藝術家嘅先驅。佢唔係純粹接單嘅畫像，佢係一個思想家。佢話俾世人聽，藝術咧係用嚟探索靈魂嘅，唔係用嚟扮高貴咯。臨老嗰幾年，林布蘭雖然窮到窿，但佢留低嘅作品價值遠超佢當年失去嘅豪宅。好啦，聽完林布蘭呢段柳暗花明嘅人生，你有咩感想？本公子覺得林布蘭最型嘅地方，唔係佢後生嗰陣幾有錢，而係佢老咗嗰陣點樣面對失敗。佢由首席大師跌到落破產窮鬼，雖然生活慘淡，但佢嘅藝術意境反而爆升呢。如果佢一世都係順風順水，佢可能只會留下一堆好靚但冇靈魂嘅貴族肖像畫。就係因為佢經歷過破產啦，經歷過被世人唾棄，佢先至畫得出嗰種深不可測、觸動人心嘅光影。睇完林布蘭呢個傳奇，我哋又學到乜嘢？首先呢，唔好太自以為是啦。無論你係藝術家定收藏家，都唔好得罪啲客仔，否則佢哋嘅負評係可以搞到你破產。第二，資產配置好重要。就算你係大藝術家、有錢佬都好，都唔好瘋狂買藏品，買到戶口清零。第三，亦係最重要嘅，當人生去到低潮，唔好放棄。搬入貧民區又點？冇模特兒咪話自己咯。只要有才華呢，就算係劏房呢，你都可以畫出無價寶噶。所以話講藝術唔使扮高貴。林布蘭嘅光影唔係用嚟照亮豪宅，係用嚟照亮我哋每個人心入邊嗰種唔完美、嗰種衰老同埋嗰種堅持。下次你去博物館見到林布蘭啲自畫像，唔好淨係覺得佢黑麻麻，試下同佢嗰對疲憊但堅定嘅眼神對望一下，你可能會聽到佢同你講：喂，鬆啲，生活雖然艱難，但係記住都要畫得精彩啲啊！好啦，節目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訂閱，留言話我知。如果你係當年嗰位俾咗錢但冇樣睇嘅民兵隊員，你會唔會原諒林布蘭？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